东边台铁，那就是高铁。通常北上，然后会有南下，有时候是先南下的，然后再北上。比那个公车频率还要高。高铁，你看它这边的乌云遮蔽日啊，黑成的一大团一大。下雨黑云密布，你看那个飞机都要会爬升到1万公尺上万的万公尺那么高，还不会受那个黑云干扰。下面再暗，黑云上面是亮的呢，是那黑云遮住的光线呢，还暗的。然后说有宇宙什么反射镜，还是网络搜寻什么宇宙反射镜可以解除那个永夜还是永昼是查看看到是北极还是南极永昼永夜永夜的地方要把它照亮，用那个宇宙反射镜很有创意。反射镜会反射光反射光投到那个永夜的地方永夜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用什么宇宙反射镜很有创意。变暗了呢，就是黑云蔽日你看人家没有黑云蔽日的，是亮的，亮的。画面正前方那个是寒山寺，后壁新港东高架桥，你看台铁不是高铁高架桥东边有寒山寺在大陆的是江苏苏州姑苏，这是苏州，叫无锡网络搜寻看看，会叫江苏江宁就南京，苏州无锡。苏州、杭州西湖灵隐寺很有名。张继唐朝张继唐诗虹桥一破黑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一次等那个高铁等了很久了。你看从天色亮等到那天色暗暗的，这次等的比较久。